这2天各地头总算有较明显的雨量啊，水利署嘛趁这个机会做人工吹雨。昨昏早起7点外，玉山嘛落雪啊，这是从1953年雪灾以来玉山寒人上万落雪记录。不过今仔日开始水汽会减少，南部的水情恐惊也是真暗。玉山的山坪白雪雪，气象局表示，玉山早起6点40分开始落冰珠，7点5分开始落初雪，一直落到7点15分为止。这是为1953年到今上晚落雪的记录。那今天的话，在玉山的话，还是有机会断断续续出现下雪的一个状况。不过明天的话，几率上有水汽会慢慢的在中南部的水汽会慢慢比较减少，所以明天下雪的几率相对于今天会稍微比较降低一点。受到华南分河区东沙的影响，26各地头拢有落雨。针对台中、南投、嘉义甲花莲的山区，气象局阁发布大雨特报。水利署也趁机会伫各地水库施行人工增雨。不过这2天的雨水，大部分拢落伫中部以北的地区，真好解救南部的水情，而且27开始雨水就会减少。对水情的话，它多少有点帮助，不过要完全疏解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多几波的春雨。中南部地区明天的降雨会比较偏向以山区为主。那到了周2、周3这2天的话，除了北部、东半部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之外，中南部的降雨会比较剩下以山区比较零星、比较局部一点。气象局表示，拜四开始有后一波华南分河区东沙，北部、东半部、中部拢较爱有雨。到拜5就会剩东半部甲北部山区有雨。另外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到拜2进前，北部、东北部的气温上加15度。拜3开始，东北季风减弱，会豆豆回温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